痛楚背後嘅驚人真相，你嘅身體可能呃緊你。泡泡為你破解痛楚嘅真相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痛楚呢家嘢真係又愛又恨，冇咗佢，我哋可能唔知道身體出咗事，但係痛起上嚟又真係攞命。好多人都以為痛就係身體某度壞咗嘅直接反應，但係泡泡深入研究過之後發現，成個過程其實複雜好多。當身體受到刺激，例如辣親或者撞親，一種叫痛覺感受器嘅嘢就會啟動，將有危險嘅信號，好似10萬火急嘅電報咁，經過脊髓傳上大腦。大腦收到之後，先至會解讀成我哋感受到嘅痛楚。有趣嘅係，身體喺呢個時候仲會自己加料。佢會釋放一啲化學物質，例如前列腺素。呢啲嘢唔單止會令發炎情況加劇，仲會放大痛楚嘅信號，搞到你覺得更加痛。呢個就係點解市面上好多非處方止痛藥，例如布洛芬，會有效嘅原因。佢哋就係負責阻止身體製造呢啲放大器。除咗依賴藥物，科學界一直冇停過探索新嘅止痛方法。有啲研究方向係針對神經細胞之間傳遞信息嘅信差，諗辦法截斷或者減弱痛楚信號嘅傳遞。更加前衛嘅，甚至有基因療法嘅概念，嘗試從根本改變同痛感有關嘅基因。同時，物理治療、針灸呢類非藥物嘅方法都好值得留意，佢哋往往係透過刺激身體自身嘅抑制痛楚機制嚟達到舒緩效果。泡泡認為，痛楚絕對唔係一個簡單嘅開關掣，佢係一個極度複雜嘅生理同心理體驗，牽涉到身體多個系統嘅互動。淨係靠藥物去壓制，好多時只係治標不治本。真正要有效管理痛楚，除咗必要時用藥，更重要嘅係了解自己身體發出嘅信號，配合健康生活習慣，甚至探索唔同嘅輔助療法，從多方面入手，先可以真正提升生活質素，而唔係單純做痛楚嘅奴隸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